你係咪都試過夜晚瞓唔着，個心無端端慌起上嚟，又講唔出究竟驚啲乜？明明生活平平穩穩，冇穿冇爛，但總係覺得有種無形嘅壓力逼埋嚟，好似爭緊啲時間，又好似漏緊啲福氣。其實呢種莫名嘅心慌，未必係你出咗咩大問題，而係你身處嘅環境喺度潛移默化咁抽乾緊你嘅元氣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一樣屋企入面最尋常，但又最有力量嘅物件——鐘錶。民間風水有一句老說話：鐘一響氣一動，鐘一停魂一滯。好多人喺屋企搞裝修、擺風水，好緊張個財位喺邊，神位點擺，大門對住啲乜，但往往就忽略咗牆上面嗰個行緊嘅鐘。大家總係覺得鐘咪就係用嚟睇時間之嘛，有幾閒。但我想話俾你知，如果你個鐘掛錯咗地方，佢唔單止會影響你所謂嘅財氣，仲會動搖成個家運，令你莫名其妙覺得心煩意亂，是非越嚟越多。今日我哋就逐一拆解。屋企有3個地方，個鐘係千萬唔可以亂掛嘅。首先要講嘅第一個大忌，就係大門正對面。好多人為咗貪方便，一推開屋企大門，正對住嗰幅牆就掛一個大鐘，心諗每次返屋企或者出門口，一抬起頭就睇到幾點，幾實用啊！但喺傳統風水格局入面，呢個做法叫做開門見鐘。大家都知鐘同鐘係同音，一開門就見到個鐘字，喺民族上本身就係一個好大嘅忌諱。但剝開呢啲諧音迷信唔講，我哋試下由氣場同心理嘅角度去睇，點解呢個格局咁空？屋企係用嚟養命、養氣嘅地方，而大門就係全間屋嘅納氣口。當你打開大門，外面嘅氣流湧入嚟，原本應該係慢慢聚財、聚福、聚人氣嘅。但係如果你一推門，迎面就見到一個鐘，尤其係嗰啲又大又黑，仲有嘢喺下面擺下嘅大鐘，會發生咩事？門係納氣口，代表住進財、進福，而鐘係代表住時間嘅流動同流失。一開門，進嚟嘅氣都未企得穩，就即刻俾對面個鐘嗰種流動嘅氣場沖散晒，一動一沖，氣就難以停留。喺呢種格局之下生活嘅人，往往會出現一個好明顯嘅現象：財氣難聚。即係話你揾錢可能唔算少，每個月份量都幾好，甚至做生意嘅收入都好穩定，但偏偏就係存唔住錢。你仔細諗下，身邊係咪有啲咁嘅朋友？屋企條件明明唔差，但啲錢總係莫名其妙，好似流水咁花出去。唔係話有咩大病大災要使大錢，而係今日屋企壞件電器要整，聽日有個朋友急事問你借錢唔還，後日架車又突然要大修。總之零零碎碎嘅突發開銷，搞到你每個月都所剩無幾。又或者傾好咗嘅生意，見好咗嘅工，硬係去到臨門一腳就甩底。屋企人之間嘅口角無端端變多，好少嘅事都會發酵成大爭執。做嘢總係覺得有阻滯，頭頭碰着黑。老一輩成日講門沖鐘，財難存。好多人以為係個鐘有咩魔力，會將你銀包啲錢吸走。其實風水講到尾係講緊人嘅心理同潛意識。咩叫氣散財散？其實就係氣場不聚，人心難定。當你每日拖住疲倦嘅身軀返到屋企，打開門嗰一刻，你嘅潛意識係渴望放鬆、渴望停落嚟嘅。但你一抬頭就見到時間喺度一秒一秒咁流逝，個鐘喺度無聲地催促緊你。時間過緊啦，你仲有好多嘢未做啊！呢種視覺同心理上嘅衝擊，會令你嘅心處於一種微細但持續嘅浮躁之中。人心一浮躁，判斷就容易出錯。可能你會為咗安撫呢種焦慮，去買一啲根本唔需要嘅嘢。可能你會喺投資上做咗啲好粗卒嘅決定，有可能你會將呢種無名火發洩喺屋企人身上，心亂咗，錢自然就守唔住。呢個就係所謂嘅漏財。尤其係嗰啲自己做生意、跑業務、搞投資嘅朋友，就更加忌諱大門沖鐘。財路一入到門，就俾時間沖散，寓意住財來財去，留唔低條根。講到呢度，如果你發現屋企正正就係呢種格局，千祈唔好自己嚇自己，唔需要恐慌。解決嘅方法好簡單，
你只需要將個鐘挪去額邊嘅牆，唔好正衝住大門就得㗎喇。有時候一個小小嘅改動，將視線由正面迎擊變成從旁輔助，你成個人嘅心境就會截然不同。你唔再係一返屋企就俾時間迎頭痛擊，而係可以從容咁望向旁邊，知道而家係咩時候，然後安心坐低休息。記住一句話：入門見光不見蹤，讓入嚟嘅氣可以自然流動。唔好一開門就俾人一種時間流逝嘅壓迫感。你流失嘅根本就唔係財，而係你內心嘅定力。其實大門對住個鐘，頂多都係令你個心浮躁啲。但係有另一種掛法，更加得人驚。點解有啲人明明退咗休，仔女又大個晒，手頭上有啲積蓄，本來應該享清福，但日日坐喺屋企，甚至攤喺張床度，都會覺得個心好危局，好似就快有咩大禍臨頭咁。呢個問題，我哋要由睡房入面講起。睡房係我哋每個人卸下防備、休養生息嘅避風港。人嘅一生有1/3嘅時間都係喺床上度過。老一輩成日講，床係養命之地。一個人只要睡眠好，氣血自然順，氣血順，運勢先至會穩。但偏偏好多人為咗貪方便，或者覺得幅長空寥寥唔好睇，就將一個大鐘掛正喺床頭嘅正上方。喺民間風水入面，呢個格局有一個好得人驚嘅物件，叫做壓頂鐘。咩叫做壓頂？即係有一種帶有動像嘅物件，高高在上咁壓住你嘅休息之地。鐘每日滴答滴答咁行，日頭白白，你可能掛住做嘢，掛住湊孫，完全留意唔到。但當夜闌人靜，你熄晒燈攤喺床上，準備入睡嗰陣，你嘅五感係最敏順嘅。嗰種極度規律，一下一下嘅機械聲，會令你嘅大腦潛意識一直處於一種莫名嘅備戰狀態。尤其係人到咗中年，或者年紀再大啲，睡眠質素本來就越嚟越淺，好容易醒。喺呢個時候，頭頂嗰一下下嘅滴答聲，就好似同你嘅心跳聲重疊埋一齊咁。佛經入面有句說話，有人問佛陀：生命到底有幾長？佛陀答：生命喺呼吸之間。呢句話聽落好通透，但對於我哋充滿牽掛嘅凡夫俗子嚟講，其實係一種好深層嘅恐懼。我哋怕老、怕病、怕無常、怕失去對生活嘅控制，而嗰個掛喺你頭頂嘅鐘，正正就係無常同流逝最巨細無遺嘅具象化。當你瞓喺度聽住嗰啲聲，你個心其實係喺度倒數，你可能自己都冇意識到，但你嘅潛意識會不由自主咁諗起好多煩心事，諗起尋日同新抱嗌咗2句交，諗起自己最近成日腰酸背痛，唔知係咪有隱疾，諗起啲仔女揾食艱難，諗起人生好似眨下眼就過咗大半。時間本來係自然流轉嘅，但當佢變成一個實體嘅鐘，仲要壓喺你個頭頂，喺象徵意義上就變成咗時間壓人。你唔係喺度休息，你係俾時間催促緊。長年累月瞓喺呢種壓迫感之下，人好難可以真正入到深層睡眠。慢慢你就會發現自己成日發噩夢，半夜無端端驚醒，第二朝起身個頭赤赤痛，有高血壓，心臟唔舒服，或者本身神經比較衰弱嘅朋友，就更加容易覺得心神不寧。佛門講究靜養，睡房嘅氣場一定要穩，要柔，要安。鐘屬於動象，而動壓靜，久而久之，人自然會變得煩躁。你試下諗下，一個日日瞓得唔好，個心長期處於焦慮同壓抑狀態嘅人，佢日間嘅精神會好得去邊？精神唔好，脾氣自然吞增，對住另一半可能話唔夠2句就起火，判斷力下降，出街買餸可能都會跌咗個銀包。呢啲表面上睇落似係行衰運、家宅不寧，但尋根究底，其實係你個心被嗰種無形嘅壓迫感搞亂咗。所以如果睡房真係需要睇時間，最好嘅做法係揀一個細細地嘅、完全靜音嘅電子鐘或者座台鐘，放喺側邊嘅床頭櫃度。要睇時間，稍微轉個頭望一望就得，千萬唔好將時間高高掛起，壓喺自己頭上。要記住，我哋佈置睡房係為咗營造一個令身心都可以徹底放鬆嘅環境，令辛苦勞碌咗大半世嘅自己可以有一個真正安睡嘅地方。
時間係用嚟為我哋服務嘅，而唔係用嚟綁架我哋嘅。當你將個鐘移走，將嗰種壓迫感挪開，你會發現原來放低嗰種對時間流逝嘅無形恐懼，個人係會輕好多。講到呢度，好多屋企都有一個咁嘅情況，客廳或者走廊幅牆上面掛住一個已經唔識行嘅舊鐘，可能係冇電，可能係機芯壞咗，但係屋企人硬係覺得，哎呀，買嗰陣幾貴㗎，掉咗好可惜，又或者覺得掛喺度當裝飾咪算咯，反正都習慣咗有個鐘喺嗰個位，結果個鐘就一直停喺某一個時間，一停就係幾個月，甚至幾年。你以為留住個爛鐘，只不過係念舊，係慳家，其實喺不知不覺之間，佢日日夜夜反過嚟抽乾緊你嘅元氣。喺民間風水裏面，對停擺嘅鐘有一個好忌諱嘅講法，叫運停。鐘本來係代表時間同氣場嘅流動，鐘一停就象徵住時間停止，運勢亦都會跟住停滯。你回想下，自從屋企個鐘停咗之後，你嘅生活係咪都好似慢慢卡住咗咁？例如話你想推動一件工作上嘅新計劃，但硬係阻力重重，搞極都搞唔成。啲仔女嘅事業或者感情，好似到咗一個樽頸位，上又上唔到，落又落唔返，甚至乎你自己嘅心境都好似困住咗喺一團迷霧入面，日日重複做一樣嘅嘢，覺得人生毫無寸進。有時候問題未必係你能力唔夠，而係你屋企嘅氣場喺度不斷暗示你停低啦，一切都停晒啦。但係我想同大家講深一層，究竟係個壞鐘搞到你運氣差，定係你個人本身個心態已經出咗問題，先至會容許一個壞鐘掛喺屋企咁耐，都費事去處理。佛家成日講兩個字，叫做執念。咩係執念？就係對一件已經失去本來意義，甚至已經變質嘅事物，死抱住唔放。一個鐘，佢存在喺呢個世上嘅唯一價值，就係報時。當佢停咗嗰一刻，佢已經唔再係一個鐘，只係一個徒具外表嘅空殼。你留住佢，其實係留住一個虛假嘅幻象。好多人唔捨得調走個壞鐘，表面上係慳家，底層其實係一種對過去嘅沉溺，以及對改變嘅抗拒。個舊鐘可能係你當年結婚嗰陣買嘅，可能係你後生最風光，啱啱搬大屋嗰陣添置嘅。你掛住嘅唔係個鐘，而係過去嗰段風光嘅時光，過去嗰個意氣風發嘅自己。你唔捨得掉，係因為你接受唔到時間已經過咗去，接受唔到身邊嘅人同事已經變咗，又或者你其實一早就發現個鐘停咗，但你個心太攰，太麻木，連行埋去換粒電，甚至將佢由牆上拆落嚟掉落垃圾桶嘅動力都冇。呢種麻木正正反映緊你對現實生活嘅無力感，你對生活已經失去咗熱情，覺得由得佢啦，都係咁噶啦。你任由一件壞咗嘅死物霸佔住屋企嘅空間，就等於任由過去嘅失敗、遺憾、執着霸佔住你嘅心。心入面塞滿咗過去嘅死物同陳年嘅情緒，新嘅運氣、新嘅機會又點會有位入嚟呢？陸祖慧能講過一句好出名嘅說話：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你死死攬住一個唔識行嘅鐘，就係喺度無端端惹塵埃。你以為自己留住咗一件實物，其實你係俾呢件實物綁死咗你嘅當下。所以聽完我今日講，今晚返到屋企睇下牆上面有冇停低咗嘅鐘，如果有，你得兩條路揀：一係即刻換電攞去整，令佢重新行返，重新帶動屋企嘅生氣；一係就狠下心包好佢，掉咗佢，或者送走佢。千祈唔好讓停滯嘅象徵日日夜夜掛喺你抬頭就見到嘅地方。當你親手將個壞鐘拆落嚟嗰一刻，你會突然覺得幅牆乾淨咗，個心都好似有嚿大石落咗地咁，成個人鬆晒。打破執念就係由呢啲最微細嘅行動開始。當你願意清理身邊嘅停滯物，你個心嘅氣場一通，運勢自然就會慢慢轉順，卡住嘅事情亦都會迎刃而解。不過講到呢度，可能好多朋友心入面已經急不及待咁諗，既然個壞鐘掉咗，咁我聽日即刻去買個新嘅。但係個新鐘究竟要掛喺邊個方位先最吉利？要揀咩顏色先旺我條命？
係咪要夾八字，揀吉時吉日掛上去先得？為咗求個安心，好多人會花好多錢去揾風水師傅睇位、算命，甚至買一大堆所謂嘅化煞擺設。但係清走咗舊嘢，第二個煩惱又即刻出現啦。你買咗個新鐘返嚟，然後開始上網揾資料，揭通勝，甚至使錢去問大師。大師啊，我今年犯太歲，個鐘應該掛喺東南西北邊個位先可以擋煞？我老公屬牛，我屬馬，係咪要避開西南方？仲有啊，掛鐘係咪要揀個黃道吉日，夾埋吉時先可以掛上去㗎？結果為咗掛一個普通嘅鐘，你搞到自己神經兮兮，攞住個羅庚喺屋企度嚟到去，差半寸都驚死會破產，又或者死等爛等，等足大半個月，先等到一個所謂嘅百年一遇大吉日去掛鐘。點解我話你越係咁樣做，運氣就越差？因為你本末倒置咗。風水嘅原意本來係教人順應自然，點樣利用環境令自己住得舒服，心境開闊。但係當你過分迷信呢啲吉凶方位嘅時候，你其實係將自己內心嘅主導權雙手奉上，交咗俾一啲外在嘅死物同時辰八字。你個心充滿咗恐懼，恐懼掛錯位會漏財，恐懼錯過吉時會行衰運。呢種無時無刻都喺度患得患失嘅恐懼頻率，正正就係世上最差嘅風水。一個長期充滿恐懼同焦慮嘅心，又點會吸引到好運氣入屋呢？喺唐代有一位好出名嘅高僧，叫做雲門文偃禪師。有一日，啲徒弟好緊張咁走去問雲門禪師：師父，聽日就係初一啦，按照世俗嘅講法，吉凶點睇？我哋出家人有冇咩忌諱，或者要避開啲咩凶位？呢班徒弟其實就同今日好多四處求神問卜嘅凡人一樣，內心對未知嘅將來充滿不安，渴望喺日曆或者方位上面揾到一絲絲嘅安全感。雲門禪師聽完，冇攞個羅庚出嚟，亦都冇起卦算命。佢望住班徒弟，只係淡淡然咁講咗一句：15日以前不問女，15日以後道將一句來。意思即係話，過去嘅日子我唔問你哋，未來嘅日子你哋試下用一句話嚟總結下。啲徒弟面面相蹙，邊個都答唔出。雲門禪師見大家悟唔透，就自己開估，講咗5個字：日日是好日。呢5個字聽落好簡單，連小學生都聽得明，但裏面包含嘅智慧就足以破除世間9成9嘅風水迷信。日日是好日，唔係話你每日都會天朗氣清，出街執到錢，買親股票都升，而係話只要你個心係安定嘅，冇貪求，冇恐懼，咁無論嗰日發生咩事，對你嚟講都係好日子。遇到順境，你識得感恩，珍惜當下；遇到逆境或者阻滯，你當佢係一種消業障，鍛煉心智嘅修行。當你個心轉得彎，唔再去執住外界嘅好壞，咁呢個世上邊有一日係空日？屋企入面又邊有一個角落係空位？我哋將呢個道理放翻落去掛鐘呢件事上面，你試刻想象一個畫面，你聽足大師講，揀咗個大吉日、大吉時，仲要精確到下真3點15分，一定要將個鐘掛上去。時間一到，你叫老公擔張凳去掛，點知佢企得歪咗少少，搞到個鐘爭2分先掛穩。你一睇，火都嚟埋，破口大罵：你做咩咁論盡㗎？過咗吉時啦，大師話遲1分鐘都會漏財㗎，你係咪想靠害啊？結果兩公婆為咗個鐘喺屋企嗌咗場大交，面紅耳赤，幾日都面阻阻。好啦，個鐘確實係掛正咗喺所謂嘅大財位，時間亦都勉強算係吉時，但係頭家嘅和氣已經散晒。你話呢個究竟係吉定凶？相反，你唔睇通勝，唔理八字，就係趁住一個普通放假嘅下真，陽光好好，你同屋企人食完飯有傾有講，你話不如我哋將個新鐘掛上去啦，大家一齊幫手，你遞燈，佢揸取，掛完上去，大家退後2步望下，笑住講：哎呀，掛高咗少少喎，不過都幾好睇啊！成幅牆精神晒，冇爭執，冇恐懼，只有一家人嘅和睦同歡笑。呢個就係最好嘅吉時。個鐘掛喺邊度，嗰度就係全屋最大嘅吉位。佛法講境隨心轉，
環境同運氣係會跟住你嘅心境去轉變嘅。你個心安寧歡喜，你身處嘅地方自然就係福地。你個心暴躁多疑，就算俾你住喺龍脈正中心，你都只會日日坐立不安。所謂轉運嘅真相，冇人敢直接同你講，因為講穿咗就冇人再去俾錢買風水擺設。真相就係，你先係你自己間屋最大嘅風水，唔好再被嗰啲方位同數字綁架你嘅人生。個鐘掛喺你抬起頭覺得最舒服、最自然，唔會造成壓迫感嘅地方就已經足夠。不過講到呢度，可能你心入面仲有一個疑問，既然方位同日子都係假嘅，咁物件本身嘅形狀同顏色呢？有人實牙實齒咁話，屋企個鐘一定要買圓形，唔可以買方形，因為方形代表三尖八角，會惹是非。又有啲人話，千萬唔可以買黑色嘅鐘，話黑色屬水，水太多會陰氣重。既然萬物皆有靈，咁究竟係一件死物嘅形狀同顏色真係有法力影響緊你嘅命運，定係你嘅心魔將自己嘅恐懼同焦慮投射咗落去嗰件死物上面？好多人買鐘嘅時候，成日俾一啲所謂嘅風水禁忌綁手綁腳。有人實牙實齒咁話，屋企個鐘一定要買圓形，千萬唔可以買方形，因為方形代表三尖八角，掛喺客廳會惹是非，搞到屋企人成日嗌交。又有啲人話，絕對唔可以買黑色嘅大鐘，話黑色喺五行入面屬水，水主陰，掛個黑色大鐘喺屋企會令到陰氣過重，壓住啲陽氣，搞到成屋人病痛多。聽落好似好有道理，好玄妙，但你退後一步，用常理去諗深一層，一個鐘講到底，佢嘅物料係咩？可能係一塊膠，可能係一塊木，又或者係一塊鐵。出廠嘅時候，工人幫佢噴上一層黑色嘅油漆，或者將佢切割成一個正方形。你試下問自己，一塊塗咗黑色油漆嘅熟家，或者一塊四四方方嘅木板，究竟憑咩能力可以摧毀一個家庭嘅和睦？憑咩本事可以抽乾你嘅健康同運氣？其實真正作祟嘅，從來都唔係件死物，而係你個心。佛法裏面有一句好核心嘅說話，叫做萬法唯心造。呢五個字聽落好高深，但其實解釋起上嚟好貼地，好大白話。咩叫做萬法唯心造？意思就係話世間萬事萬物，佢本身係冇分好與壞、吉與凶嘅。一件物件之所以變成凶煞，或者變成吉兆，完全係取決於你用咩心態去睇佢。我哋舉個例子，假設你本身係一個好注重屋企設計、中意簡約風格嘅人，你行街見到一個純黑色、四四方方、冇任何多餘花紋嘅鐘，你個心好平靜、好歡喜，你覺得哇，呢個鐘好有型，掛喺我幅白牆上面，一定好大氣、好有品味。於是你買咗返屋企，每次望到佢，你都覺得賞心悅目，心情舒暢。喺呢個時候，呢個黑色方鐘對你嚟講，就係一件增添生活情趣嘅吉物。但係如果有日一個所謂嘅大師上嚟你屋企，指住個鐘話：哎呀，你點可以掛個黑色方鐘㗎？黑色嘢陰邪，方形招口舌。你信我，你唔掉咗佢，你兩公婆實有排嘈。好啦，就係因為呢一句話，你個心入面種下咗一粒恐懼嘅種子。由嗰日開始，個鐘明明仲係嗰個鐘，冇轉過款，冇甩過漆，但你望住佢嘅感覺完全變晒。你越睇越覺得佢篤眼篤鼻，越睇越覺得嗰隻黑色好壓抑。然後有一晚，你老公收工返嚟，可能因為公司有啲煩心事，語氣重咗少少，同你頂咗兩句嘴。其實兩公婆過日子有摩擦係好正常嘅事，但係因為你心入面有咗嗰粒恐懼嘅種子，你第一時間唔係去體諒對方嘅辛苦，亦都唔係去解決件事，你嘅眼神不由自主咁望向牆上面嗰個黑色方鐘。你心諗，死啦，大師真係講得冇錯，個鐘真係會惹是非，搞到我老公今日無啦啦發脾氣。於是你將所有嘅責任、所有嘅委屈都推晒落個鐘度。你開始對住個鐘生悶氣，個人越嚟越騰憎。你老公見你面色咁難睇，又唔出聲，佢又跟住燥底，
結果大家由本來嘅兩句小摩擦升級變成一場大風暴，冷戰咗成個禮拜。你睇下，究竟係個方形中散發出某種神秘射線，搞到你哋嗌交，定係因為你疑心生暗鬼，將自己無法排解嘅情緒同恐懼投射咗喺個鐘上面，最後自己將一場小事化大。風水學上講嘅形狀同顏色，本來只係古人對環境心理學嘅一種初步歸納。古人覺得圓形代表圓滿，睇落順眼啲，令人心情柔和啲，呢個係一種美好嘅祝願。但後來嘅人將呢啲祝願無限放大，變成咗恐嚇人嘅迷信。你以為避開晒所有黑色，避開晒所有尖角，買齊晒所有大師推薦嘅化煞擺設，你嘅人生就會一帆風順。呢個就係好多人睇風水嘅最大盲點。我哋總係妄想透過改變外面嘅死物，去掩飾內心嘅脆弱同混亂。如果你個心充滿咗貪嗔癡，就算你間屋全屋都掛滿圓形嘅粉紅色鐘，你一樣會因為貪心去炒股輸錢，一樣會因為嗔恨同鄰居打交，一樣會因為癡迷而做錯決定。物件永遠只係一面鏡，佢反映緊你內心嘅狀態。萬法唯心造，就係話俾你知，真正嘅風水局唔係喺你屋企嘅客廳度，而係喺你個大腦、你個心入面。心亂睇咩都係凶神惡煞，心安睇咩都係菩提明鏡。講到呢度，我哋已經將卦中嘅方位、日子、形狀、顏色全部都拆解得一清二楚。原來搞咗一大輪，外面嘅世界根本冇嘢需要去執住。但係聽完呢啲道理，可能你又會覺得好迷茫。既然外面嘅嘢全部都係假嘅，全部都係唯心做嘅，咁即係點啊？我究竟要點樣做先可以真正安頓好自己個心？點樣先可以令自己同屋企人嘅運勢真係慢慢好轉過嚟？如果拆咗個鐘，掉咗個羅庚都唔係最終答案，咁最好嘅風水究竟藏咗喺邊度？點樣先可以令自己同屋企人嘅運勢真係慢慢好轉過嚟？好多朋友勞碌咗大半生，步入中年甚至晚年，個心總係有好多牽掛同不安。望住自己年紀越嚟越大，體力大不如前，開始驚身體會有隱疾。望住啲仔女各有各忙，又驚佢哋行錯路，捱得辛苦，甚至乎望住個世界係咁變，會驚自己手頭上個少少積蓄唔夠用。呢種對無常嘅恐懼，對失去掌控嘅焦慮，驅使我哋四處去尋求風水嘅庇佑。我哋好天真咁以為，只要喺大門掛個八卦，或者喺財位擺隻砵廟，又或者將個鐘掛喺一個所謂嘅絕對吉位，就可以鎖住時間，保住健康，保住頭家。但其實對於一個家庭嚟講，最頂級嘅家規，最好嘅養生之道，從來都唔係牆上面嗰啲冰冷嘅風水擺設。最好嘅風水係屋企入面嗰個長輩有一顆安定豁達嘅心。你試下諗下，如果你日日為咗啲風水禁忌，神經緊張，少少事就認住有衰運，喐啲就同屋企人起火，啲仔女返到屋企見到你眉頭深鎖，唉聲嘆氣，成間屋嘅氣氛壓抑到唞唔到氣，咁就算你將間屋布置到好似皇宮咁，所有嘢都跟足大師嘅指示，又有咩用？呢個家仲邊有生氣可言？相反，如果你個心係平靜嘅，面對歲月嘅流逝，你唔再焦慮，反而學識咗坦然接受。面對仔女嘅人生選擇，你唔再事事插手，而係識得放手同祝福。你每日早瞓早起，將屋企打理得乾乾淨淨，食得落飯，笑口常開。一個有德行、心胸開闊嘅人，本身就係成間屋最大嘅鎮宅之寶。你身上嗰種平和、淡定嘅氣息，會潛移默化咁感染全家人。另一半對住你覺得如沐春風，仔女返到屋企覺得有避風港，孫仔孫女鍾意黐住你，一家人和和氣氣，遇到困難有商有量，呢種凝聚力先至係真正擋煞迎福嘅無形防護罩。心安，氣就定，氣定，運就順，呢個就係最根本嘅因果。我哋今日講咗咁耐鐘錶，其實鐘錶從來都唔係兇煞，佢滴答滴答咁行，唔係為咗催促你走向終點，亦都唔係為咗無情咁帶走你嘅好運，佢只係大自然規律嘅一個小小提醒，
提醒緊我哋一個好溫柔嘅真相：過去嘅已經過去，無論係遺憾定係風光，都追唔返；未來嘅仲未發生，無論係擔憂定係期盼，都捉唔到我哋真正擁有嘅。只有當下呢一秒，鐘一響，氣一動，呢個動唔係叫你心浮氣躁，而係叫你保持生命嘅活力，活在當下。所以唔好再執着於嗰啲外在嘅死物啦。如果屋企個鐘真係壞咗，停咗，唔好再將過去嘅執念掛喺牆上面，的起心肝換過佢，或者掉咗佢。如果個鐘掛喺床頭令你覺得好有壓迫感，就即刻移開佢，俾自己一個安寧嘅休息空間。但係最重要嘅一環係你要將心入面嗰個一直喺度倒數，一直喺度製造恐慌同焦慮嘅無形時鐘狠狠咁拆落嚟，接受無常，順應自然。當你唔再被時間鉗住鼻子走，而係識得同時間做朋友；當你唔再向外去求神問卜，而係識得向內去觀照自己嘅起心動念，你就會發現，原來屋企每一個角落都係吉位，生命入面嘅每一日都係好日。境隨心轉，命由心造。真正嘅靈性覺醒，唔係你見到神仙，亦唔係你識得算命，而係你終於睇清咗自己個心，然後學識咗放低。喺今日呢條片嘅最後，我想請大家做一件事，不妨喺評論區寫低你而家最放唔低嘅一件事，或者一個纏繞咗你幾十年嘅執念。唔理係對某個人嘅怨恨，對某件事嘅遺憾，定係對將來嘅擔憂，寫出嚟就當係親手將心入面嗰個停擺咗好耐嘅壞鐘徹底調走，個心清空咗，鬆晒，新嘅好運自然就會源源不絕咁入嚟。如果你覺得今日講嘅嘢對你有少少啟發，令你個心定咗落嚟，不妨點個讚，訂閱呢個頻道。希望我哋可以喺下一段旅程繼續一齊修心，一齊行得更加通透。祝大家日日是好日，我哋下期見。